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25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立法院昨已经三读通过规模要到3800亿的特别预算案。这个法案预估3月27生效，所以民众上紧4月初6就有通领到现金6000块。若登记领钱的网站，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强调讲，绝对无各自漏涉的问题。 中央政府预后强化经济与社会韧性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破获6000块的疫后特别预算，立法院支持三读通过删减1亿2000万改造3798亿8000万。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审议过程有重大意义，发现行政部门善用预算。对在野立法院33案预算提案，民进党团用人数优势全部否决。国民党团总调查民众指控蔡政府将问题，等候会一任政府。3800亿的情况，对整个国家社会来讲，短空。 长也空，因为民进党透过拨补的方式，把该改革的问题丢给下一任政府，国民党给予最严厉的谴责。特别预算常态化，国债中屡创新高，执政党的执政下，财政纪律败坏。我们认为这一次的特别预算的编列，完全破坏财政纪律。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示，等蔡总统签署成效了后，上紧4月初6开始发现金。外界固定机构组织到记录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承诺没有这问题。 不会有各资外泄的问题，好，请大家放心。那网络上呼吁不要登记哦，那是对于各资保护不够了解。疫后特别预算编列300亿，和劳保基金200亿，和健保基金时代力量党团批评地表无治本，无法度解决基金财务危机，要求开国事会议说明拒绝。民众党团就编列13.5亿做预备金，这个是政府小金库。在野立法院也拢谴责，和台电500亿，要求检讨创外能源政策，落实台电改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 先看自由时报，交通部昨公布去年台湾交通事故的数据，死亡人数有3085人，是2013年以来上济。事故死亡甲受伤的人数拢比前年加超过4%。另外，桥倒摆死亡人数占上济。交通部要推动改善计划，保障过路人的安全。接落来看联合报，诈骗集团利用 AI 画面的技术。 甲大专院校的网站顶悬教授的相片掠落来，换做裸体相片，假批恐吓要讲钱。一寡教授已经报警查处理。落尾是中国时报，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警告讲，有抗药性而且会致命的氰链珠菌，是拖甲真紧搁真密。目前拢总有2377个人获着。咱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坤表示。 国内自2018年到今，拢总有3例，并无发现抗药性。目前氰链珠菌毋是法定传染病，无需要通报，会阁继续监测。来看汤圆，有一只人嫌四界爬走，到大桥未抓到。汤圆市农业局甲动保处昨暝嘛出动空吸机，伫台66线周边，阁有高铁沿线咧找。农业局表示，希望会当锁定人熊的位置，设一寡陷阱，日时才来抓。 出动热身上空中摄影机伫暗时继续走找，桃园抓狒狒工作继续咧进行。桃园市农业局甲动保处日暗时出动4台热身上空中摄影机，伫台66线周边甲高铁沿线桥下走找，范围是温哥路3段外扩500公顷，希望因锁定伊的位置。白天因为温差比较小哈，所以说我们不太能够分辨哈。那这个热成像的这个显示仪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具体的位置，还有它的大小哈。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辨是不是属于，比如说它是狗啊，还是一些还是这狒狒。 农业局指出，已经锁定范围伫个城湖头洲这附近，若确定伊位置会派人做戏，各找相关的诱捕人甲陷阱，地毯式敲碎一点日时来做。例如麻醉枪或者是诱捕，主要也是靠无共款地形来做无共款的计划应用。
台马最前桃园市动保处人员24早起接到民众通报，广告在60楼新屋交流道桥下走找狒狒影者，工作人员四界走找，依然是找无。国家也好奇这狒狒是为倒位来的。平科大家北市动物园初步检判是，东非狒狒只有北部2个动物园有登记，就是台北市动物园10只，新竹6福川5只。林务局强调，园内生团数量精简，用来通报。要做繁殖的话，它也是要经过一个申请的程序。不小心繁殖了小的狒狒，它没有来做登记的话，依据野保法的规定，是可以处罚1万块到5万块的罚款。新竹的福川第一时间表明，园内设围墙甲电网无动物逃走的现象。暗过内底狒狒数量管护指示要求重新搁清查，因为现场鉴定种类甲数量有难度，且园方一定要算精准。一礼拜来汇报数量，也显示园区内底狒狒数目是毋是符合管护登记在案，还搁进一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咱台湾有人嫌咧逃走，那南韩的首尔23某一只猫动物园内底花雕马破坏防护设施了后，逃走去市区。路尾是出动警察甲消防员来配合动物园。这只花雕马伫市区西街仔路西3点钟了后，互人下麻水针，已经掠转去动物园啊。斑马为道边的巷仔口走出来，看到有人挡条的，伊个放慢速度回头观察，佮向正边的小路过去，发现无路通行，佮一摆洗头。南韩首尔市区的巷仔内底，23下晡发生有斑马伫巷仔内底走。韩联社报道，这只斑马西路是迄一天下晡2点50分左右，伫首尔儿童大公园动物园破坏防护措施，甲炸拿了后，成功走去市区的马路。警察人员接到消息，就出动围捕。最后，斑马走去距离动物园差不多1公里的客家区，受困伫巷仔内底。动物园人员向西路发射定定剂，西路发射掉了后，伊阁走入去巷仔内底，了后甲警消对徛，定定剂煞开始发作，互伊东倒西歪，徛袂在。警消人员就用网仔甲伊掠，搬起哩卡车送回去动物园。这毋是儿童大公园动物园头一届发生动物走出来。伫2005年，慢发生甲首尔参加游行活动的6只大象走去的状况，佮造成1名民众受伤。这届为西路走去，甲互围捕送到转去，时间拢总是经过3点外钟。动物园表示会调查斑马走去的原因，也毋过嘛透露，西路过去几冬，因为父母陆续过身，技术性情出问题，常常毋愿意转去休困的所在，佮会甲隔壁的地契相拍。未来动物园会较用心照顾西路的身心健康，避免同款状况发生。国际新闻台是唐平佑。法国内通过法案，甲退休年岁延长到64岁了后，工会23发动第9届的大罢工上街头抗议，这规模是比英国拢搁较大。法国的总工会表示，敢若巴黎就有80万人参加，若全国是拢总有350万人。抗议的现场嘛发生警察甲民众起冲突。毋但安尼，阁有本扫堆册弹，互人放火，甚至店家互人火甲乱糟糟。若阁有一个所在是市政厅，互人放火。法国退休改革法案通过了，第一摆全国动员大罢工，巴黎游行大部分和平。警方估算人数是11万，工会统计是有80万。游行到一半，上千个无政府主义团体乌提开始公海店头甲麦当劳素食店对街路粪扫甲册弹来放火。地方警察用催泪甲施警喊大赶人，掠数十人。到暗时，拢一直无平静。总理博纳利推特谴责暴力行为无法度接受。这一天，法国各地也出现同款的场面。西南部都市波尔多市政大厅门口互人放火，南特、洛里昂甲里恩拢发生警民冲突。全国铁路、航空交通受冲击，工会也搁伫北部诺曼底甲南部都市滨海福斯各封锁一间炼油厂，互戴高乐甲奥利机场用迄部航空燃油通用。政府对2个炼油厂发出停用令，要求员工恢复工作。Pour nous, il y a 10 ans, il y a 12 ans maintenant,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précédente elle était déjà pas acceptable. Et nous, ce qu'on revendique finalement, c'est 60 ans, une retraite à 60 ans.
为防止退休金破产，马克宏政府提案将法定退休年岁为62岁延到64岁，各同样宪法49.3条，跳过国会强行通过。后工会大反弹，马克宏支持全国演讲，坚持新法会伫年底生效。阁是关于南会工会已经宣布要伫2月发起第10轮的全国大罢工抗议。迄一天，英国国王查理3世一坐火车为巴黎去波尔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台大医学院有一个妇产科教授，互3受害者指控讲，这教授用工课做理由，招药厂金融界查某业务做伙食饭，煞偷下药啊，甲人带去汽车旅馆性侵害。受害者指控讲，甲台大申诉煞无好好处理。不过台大表示，受害者是因为工课约食饭，应该按照性别工作平等法通报家己的公司处理，这毋是学校会当受理的范围。伫无啊乌人目镜甲喙暗3受害者伫立委缓缓的陪伴之下，开记者会讲出，互台大医学院某一个妇产科教授诱骗性侵的过程。郑医师跟我干了一杯红酒，并要求店员将我们的绿茶更换为开水，一律服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记忆。医师就要我把桌上的红酒一起干杯喝掉，我也没有想太多，就把它喝了。我又在吃了一道菜之后，就不记得后面的菜色了。受害者 A 小姐甲 B 小姐拢表示，两人分别互这教授单独约去台北市松江路日式餐厅食饭，去便所倒来饮饮料了后，就失去记忆。醒来时阵，人已经伫汽车旅馆，甲害者就伫身躯边。是小姐证实也经过同款的模式，只是家己比较幸运，伫朋友合作之下到伫餐厅。官方认为，台大伫接受被害者申诉了后，则个用被害者是伫执行，这部为理由决议无受理。伫公文当中告知 A 小姐，请向你雇主提出申诉。不过下班期间，是毋是执行这部，应该是收集更较侪资讯才能判断。雇主有没有给加班费哦？然后就是餐费到底是谁支出，完全没有调查。CC 哦，那他也没有告知哦其他的相关单位哦。台大的这个判定说你这应该是性工法，不是性骚法。那他也不知道他30天之内可以向台北市政府申诉。进前被害者 A 小姐用已经去检察院တင်情，检院也伫3月之一，含过台大爱详细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斗六的顶北路甲斗六二路相接的路口，昨早起10点外发生一阵车祸，有一台拖帮车伫路口要正越的时阵，可能是因为线线有死角，等越阁有来连差，转去搞着一台脚踏车。骑脚踏车是一对相在的老母甲查某囝，因两个人送病院共款是救无倒来，那事故的原因要搁来调查。大帮车当要我正边，虽然有拍方向灯，但是迄当阵一对母仔囝骑铁马当要过车路，煞互地着两个人拢跋落涂骹。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两个人送病院急救，但是伤势严重。送病院了后，原来是两个人拢死亡。边仔的民众讲到事发经过，嘛真惊吓。我那时候喇叭声很大声，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喊，对，然后我就出来，脚踏车已经在车子底下。事故的现场乱糟糟，铁马卡伫拖帮车下骹，敢若是因为风拖伤久，严重变形。24早起10点外，这台拖帮车经过云林斗六顶北路甲斗六二路相车路口，当要正越，敢若因为视线看袂到，弄到骑铁马两人相在的64岁姓郭的妇人人，甲46岁姓张的查某囝。因为方向灯已经打很久，而且呢都有蜂鸣器的声音，那个老人听不到，我真的是。母仔囝两个人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现象。驾驶甲警方讲，原本是为高雄到斗六工业区载货，经过路口嘛有拍方向灯，但是铁马敢若是因为伫正边视线的死角看无，后来听到声音才知影讲弄到物件。自行车骑士及乘客经紧急送往医院后，均宣告不治。营业一饮车的驾驶没有酒精反应。警方表示，驾驶经过测试无酒精的反应，详细的车祸原因也阁需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南部是继续无落雨，曾文水库的存水率目前敢若剩11.3%。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表示，南部欠水的情形已经比2021年，互人号做100年大考荒迄阵阁较严重。
目前拍算要趁拜6礼拜方面空过的时阵，人工吹雨。若日月潭的水位已经6、7公尺啊，就惊水位降低设施会受损害。即阵已经甲3班引桥关起来。另外，嘉义的大埔、瓦站温水库的露营区，伫清明连假过的时阵，嘛要暂时关起来，减少用水量。咱们水库打气面积愈来愈大，到20时下晡3点，投水量只剩11.3%。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表示，咱们水库集水区累积的落雨量比8年开发时阵较少112毫米，显示水情紧张。南部的旱象比百年大旱的旱象还要严峻。那举增文水库集水区的降雨的量比百年大旱还要少。空明过境的时阵，淡水局也要人工净化卫生水，农田水利署高雄管理处也扩大轮管，供水次数为6到3.5天，减低至2到4天。目前我遇到的就是轮区轮番的话，就1个礼拜就供2天了，有水就好了啦，就是跑过水，让土壤不要整个干掉就好了。烦恼欠水影响玉荷包产量，高雄市府协调水利署置换移动式净水设备，将回收水经过RO热渗透处理到符合灌溉用水的水质，因一日供水1千吨。要农民改用滴灌取代传统的慢灌，省水3到5成。嘉义大埔乡挖闸门水库农业区为减少用水，也伫清明连假了后关营区。任何形式的露营行为啦，一切拢要来先来甲暂停。咱希望讲会当加减去节省这个水源的一个支出。南投日月潭水位大降7公尺，烦恼水位降低造成码头设施损害。潭区内底4大码头关3座引桥。为了预防浮排的一个受损所以今天我们启动了第3阶段的一个应变措施脱离封闭玄光右侧引桥。管理处表示，这村水下码头无受水下降影响，不过坐船服务无方便，尤其行伫较近引桥，而且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非西南部有一个生产葡萄酒的餐庄，几年前引进一种真特别的印度鸭，一寡鸭唔但会食葡萄园的海棠，鸭屎佫会当熬肥。葡萄园都免用农药甲化学肥料，变甲真环保。而且这寡鸭行路的时阵袂舒适的行军，高水佮趣味，错过种朋友做回来看卖。开工啊哦！逐工早起9点外，这一大群鸭就会准时来到这个葡萄园开始上班。莫叫是因只是伫葡萄园内面踅来踅去，因是真认真在找葡萄树、甲树叶啊顶头的落梨，也是其他的虫，甲这个对葡萄树有害的虫拢总食掉。We call them the soldiers of the vineyards. As they go through the vineyards, they eat all the small insects, so we don't have to spray for any pests in the vineyards. They keep them pest-free. 这是南非西南部城镇斯泰伦波斯，一个专门生产葡萄酒的庄园。因自几年前引进这种真特别的印度泡鸭，这个鸭唔但会当伫葡萄园内面帮忙食糖，互葡萄园完全唔免喷农药。鸭放的鸭屎嘛会当直接当做天然的肥料，都唔免阁使用伤侪化学肥料。所以因为有这阵鸭，这个葡萄园变作是一个非常环保，会用永远用友善地球的方式经营的所在。而且这种印度泡鸭，甲一般的鸭无共款，行路的时阵袂安尼摇摇摆摆，因的脚特别长，身躯嘛拢徛甲停，阁会遵守规矩，一只一只排队排甲足好势，袂输真正敢若军人伫行军共款，看起来非常趣味。所以嘛吸引真侪人特别来这个葡萄酒的庄园，要来看这个鸭大军。It's amazing how they behave themselves, walk in the road. And it's like they're in the army or whatever, yeah, no. 这个鸭非常听话，员工只要轻轻呼吸啦，因就知影会当下班，回去鸭寮休困啊。目前庄园总共有饲差不多500只的鸭。葡萄树若开始结果子，为着莫互鸭甲葡萄食去，鸭就会开始休假，放因去草坡仔佚佗，也是去湖边耍水。或者鸭认真工作以外，嘛会当伫遮快乐生活。记者感恩恁朋友。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24度，中部地区19度到28度，
南部地区19度到至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至17度，外岛地区12度到至14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